好多人以為赤壁最大贏家係孫權，但如果睇地盤變化，真正攞到最多戰果嘅人，其實係劉備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點睇歷史。如果話劉備先係赤壁一戰中真正嘅主導方，呢個講法肯定同大多數人嘅常識唔同。畢竟我哋熟知嘅《三國演義》乃至《三國志》都話劉備當時冇任何地盤。赤壁之戰係東吳嘅戰績，荊州係孫權借俾劉備嘅。咁今期我哋就嚟講赤壁之戰，我哋會以《三國志》核心史料為依據，為大家一步一步揭開赤壁之戰嘅真相。而且我要講清楚，劉備係點樣主導戰局嘅。關於赤壁之戰，我做咗魏蜀吳三國核心領導層喺《三國志》入面描寫呢場戰爭嘅字數統計。曹魏嘅記載一共300幾字，蜀漢呢邊先主傳加諸葛亮傳加關羽傳一共800字，東吳呢邊吳主傳加周瑜傳加魯肅傳一共1800幾字。由於劉備集團嘅戰績被隱去太多，我哋只可以從史料嘅字裏行間去推測，喺抗擊曹操所謂嘅進攻入面，至少發生咗3場戰鬥。第一場就係我哋熟知被東吳大書特書嘅火燒赤壁，第二場係吳書記載關羽所講嘅烏林之役。呢場戰鬥係劉備親自率軍打嘅，係吳軍方面都承認嘅事實。第三場戰鬥就係漢水方面面對趙冉軍團嘅戰鬥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史書記載嘅趙冉係邊個？趙冉係赤壁之戰嘅北路軍總司令，係于禁、張遼、張合、朱靈等7支軍隊嘅頂頭上司。如果說話曹操帶領嘅係主力部隊，咁趙冉帶領嘅軍團就係偏師，所以呢個人物比較重要，我哋要單獨拎出嚟講。呢場戰鬥喺吳書同蜀書都冇記載，但魏書記載咗曹軍主力軍團撤退後關羽嘅動向。後面我哋會詳細分析。史官寫書都有自己嘅政治目的，而官方之所以支持史書嘅編撰，係因為對於當朝政權嚟講，史書係有現實意義嘅。現實意義係乜？係講大話，用好聽啲嘅講法，叫做合法性解釋。對於西晉呢種篡位政權嚟講，佢要證明自己嘅政權順應天命，就必須順帶證明自己篡奪嘅曹魏政權都係順應天命嘅。《三國志》由於缺少蜀漢嘅官方記載，好多史實明顯就對蜀漢不利，呢樣就帶俾我哋矛盾感。明明劉備衰咗前半世，點解會喺後期大爆發呢？手執荊州、益州、漢中3個地盤，而且喺漢中之戰大破曹操，好似開掛咁。而《三國演義》為咗將呢種矛盾感合理化，直接就將劉備嘅個人軍事、政治等能力降低好幾個檔次，只保留咗佢擅長用人嘅特點，而且將劉備集團嘅功勞歸到佢嘅下屬諸葛亮等人身上。喺呢個背景之下，我哋要搞清楚赤壁之戰嘅真相，就要對史書原本嘅立場有所預期，而且對史書中故意留低嘅矛盾進一步分析，因為可能呢背後就隱藏咗史官為咗政治正確而掩埋嘅真相。從字數統計嘅結果，我哋可以好明顯睇到，赤壁之戰嘅失敗方曹操對呢場戰役係唔願意多提嘅。曹魏方面只係描述咗自己呢邊失敗嘅基本事實，此外大量篇幅記錄咗曹人嘅一場守城戰，呢個係曹魏為數不多可以攞得出手嘅亮點。而蜀漢呢邊，劉備等3人嘅記載就達到800字，其中一半篇幅俾咗諸葛亮聯合孫權嘅說辭。所以關於戰爭嘅有效記載，蜀漢同曹魏係差唔多，都係400字左右。東吳就比較奇怪，僅孫權、周瑜同魯肅3部傳記對呢場戰役嘅描寫就達到1800字咁多，其中好多精彩情節堪比小說。而吳書更加創造性地提出一啲新名詞，比如著名嘅借荊州就係吳書所言，但吳書對劉備軍嘅貢獻就能唔講就唔講。東吳方面接近2000字嘅史料，遠遠超過曹魏同蜀漢嘅記錄總和。所以赤壁之戰經常被認為係東吳方面主導嘅戰爭。咁第一件事，我哋就要嚟討論喺赤壁之戰入面，孫劉聯盟究竟邊個先係戰爭主導方呢？喺呢度，我哋首先要定義清楚，我哋今日討論嘅赤壁之戰，唔係單指火燒赤壁呢場戰鬥，而
而係成個孫劉聯盟抗擊曹操嘅一系列戰役。其實呢個問題嘅答案，孫劉嘅共同敵人曹魏喺武帝紀中已經明確記載，攻至赤壁，與備戰不利。好明顯，曹魏方認為赤壁之戰嘅領導者係劉備，曹操嘅不利係同劉備戰鬥嘅結果，而唔係周瑜。而陳壽喺關羽傳亦做咗補充，孫權遣兵助先主拒曹公，曹公引軍退歸。所以我哋基本可以睇出，《三國志》嘅作者陳壽認為劉備先係成個赤壁之戰嘅領導者，係對抗曹操嘅第一貢獻者。而曹魏方面嘅武紀亦都有誰有荊州、江南諸郡嘅記錄，呢個就係對手曹魏對主要敵人劉備嘅戰果進行嘅官方認定。後來嘅歷史我哋都熟啦，就係東吳方面喺荊州問題上屢屢同蜀漢爆發矛盾，更加發明咗借荊州呢個歷史概念。喺吳書入面，連周瑜練水軍等細節都有記載。後世小說《三國演義》嘅好多故事情節，基本都係從東吳官方嘅官修史書吳書照搬嘅，而且呢部分記錄冇辦法同曹魏以及蜀漢方面嘅記錄進行交叉驗證，屬於典型嘅你有你講，我有我講。咁根據孫劉聯盟嘅敵人曹操嘅官方認證，我哋其實可以推斷赤壁之戰嘅真正領導者係劉備。然而，作為呢場仗嘅第一領導者，劉備喺呢場戰役入面到底做咗啲乜？接下來我哋結合地圖進一步分析。呢個係劉備瞿民渡江後嘅局勢。此時劉備駐屯喺夏口，夏口位於漢水同長江嘅交匯處，係江夏郡嘅治所，亦係呢一帶最重要嘅城池。夏口即係而家嘅武漢。喺諸葛亮聯合東吳時，劉備喺夏口嘅軍力仲有2萬兵力，實力都幾強勁。喺諸葛亮嘅游說之下，孫權決定派兵輔助劉備抗曹。我哋要注意，此時夏口周邊嘅地盤係喺劉備掌控之下嘅，即係話孫權軍一旦進入劉備嘅地盤，後勤供給全部掌握喺劉備軍手裏。如果劉備關門打狗，孫權軍自然要全軍覆沒。當然劉備唔會咁做，咁孫權派邊個去呢？係周瑜同程普。吳主傳記載，瑜、普為左右督，各領萬人，與備俱進。可以睇出吳軍出戰嘅總兵力係2萬，同劉備軍係相當嘅，應該都係水陸並進。咁除咗必要嘅守城措施以外，呢個時候孫劉聯軍起碼有3萬可以出戰嘅兵力，佢哋打算做咩呢？我哋需要睇下曹軍嘅動向。喺當陽擊破劉備帶領嘅10萬民眾後，曹操迅速攞下夷陵、江陵同巴丘，留低曹人守江陵後，曹操率領水軍繼續沿江南下。呢個就係曹操親自率領嘅西路軍。此外，仲有一支偏師，即係趙冉帶領嘅北路軍，從襄陽南下渡漢水，直奔夏口。前面講過，趙冉呢支軍團有7支部隊，分別係于禁、張遼、張合、朱靈、李典等。但呢支全明星兵馬人數不詳，好明顯曹操嘅主力同偏師分2路，打算圍攻夏口。而劉備要點樣應對呢？由於劉備集團嘅戰績被隱去太多，我哋只可以從史料嘅字裏行間去推測。喺抗擊曹操嘅所謂進攻當中，至少發生咗我哋前面講嘅3場戰鬥。第一場就係我哋熟知嘅火燒赤壁。呢場戰鬥由周瑜現場指揮，東吳方面大輸特輸，並且將佢歸結為破曹嘅關鍵點。喺呢場戰鬥裏面，周瑜帶住程普燒毀咗曹操西路軍嘅戰船。第二場係吳書中記載關羽所講嘅烏林之役。呢場戰鬥係劉備親自率軍打嘅，係吳軍方面都承認嘅事實。從烏林嘅地理位置，我哋就可以聯想到呢度很有可能就係曹軍嘅大本營。呢場戰鬥應該同火燒赤壁嘅戰鬥一齊打響。第3場戰鬥就係漢水方面面對趙冉軍團嘅戰鬥。呢場戰鬥魏書記載咗曹軍主力軍團撤退後關羽嘅動向。從結果嚟睇，關羽直接沿漢水而上，堵住咗江陵北邊嘅出口。咁樣向前推，我哋就可以發現趙冉嘅豪華軍團大概率係被關羽正面擊破，或者直接撤咗軍。呢2個結果都有可能。估計呢場戰鬥嘅戰績係幾慘嘅。陳壽唔敢直接記載，於是只記咗個開頭，冇記錄呢支軍團嘅結局。值得注意嘅係，
馮佳喺此後嘅史料中再冇出現過，好有可能就係喺呢場戰鬥裏面被關羽殺咗。有咗呢啲訊息，我哋就可以歸納還原一下成個赤壁之戰嘅全貌。首先，孫劉集團分三路人馬對抗曹操嘅兩路部隊。對於曹操嘅主力西路軍，劉備同周瑜水陸並進，周瑜燒毀咗曹操喺赤壁嘅戰船，劉備突襲咗曹軍喺烏林嘅陸地大本營。長江戰線嘅曹軍直接潰散。喺漢水戰線，關羽率領嘅水軍大勝趙冉帶領嘅于禁、張遼、張合等全明星軍團，有可能係擊潰，亦有可能係逼退。可以睇出劉備軍大勝。喺上述三個戰場都取得勝利之後，劉備同周瑜直接進逼曹操嘅大本營南郡嘅治所江陵，而關羽就帶領水軍封住咗江陵北邊嘅出口。呢個明顯係打算全殲曹軍。此後，劉備留低周瑜同程普繼續圍攻江陵，而劉備就親自率軍南下，直取荊州嘅四郡。張飛、趙雲都參與咗荊州四郡嘅戰鬥。荊州四郡嘅太守喺劉備軍嘅威脅下，唔到1年時間就全部投降劉備。而喺呢1年時間裏面，劉備軍肯定展示出令四郡太守感到絕望嘅武力，佢哋先會將咁大一片土地拱手相讓俾劉備。點解劉備只係用咗短短1年時間就平定管轄範圍咁龐大嘅四郡？企喺東吳嘅立場上，事後諸葛亮咁睇，我哋會覺得係劉備攞咗周瑜便宜，但實際上周瑜亦都唔可能預料到劉備可以咁快攞到4個郡，畢竟一個將領就打咗1年時間。而呢個時候劉備除咗武力以外，佢名滿天下嘅好名聲，可以為百姓同士人帶嚟實惠，呢個都係一個加分項。劉備征服咗4郡，並且將其中嘅3郡都交俾諸葛亮統一管轄。呢個時候，等到劉備會師江陵，周瑜仲喺度同曹仁苦戰，於是劉備將大本營安喺江陵對面嘅公安，依託4郡廣袤嘅戰略重心，開始坐山觀虎鬥。周瑜艱難攞下夷陵同江陵，逼退咗曹仁，但佢回頭先發現荊州南部大部分土地已經喺劉備手裏，而且呢個時候劉備唔單止擁有荊南嘅廣袤領土，就連通往東吳嘅咽喉地帶嘅下口，此時依然喺劉備手入面。周瑜先發現自己被包圍，我覺得呢個先係劉備嘅真正實力。而呢個水平嘅劉備，同後來布局漢中之戰嘅劉備，都仲係同一個檔次嘅人物。喺赤壁之戰1年後，東吳攞到長江上游嘅航道，同夷陵、江陵、巴丘，劉備攞到荊南4郡，同時牢牢卡住東吳嘅退路下口。呢個時候嘅局勢對東吳嚟講相當危險，一旦孫劉反目，東吳嘅呢啲戰果隨時都保唔住。反觀劉備就比較從容，屯兵公安，同周瑜正面對峙，依託4郡嘅戰略後方。所謂嘅荊州，正正係喺呢個戰略格局下，東吳方面偷梁換柱嘅一個概念。乜嘢意思呢？就喺周瑜軍團同劉備軍團喺江陵南北岸對峙嘅時候，周瑜軍團已經被劉備全面包圍。此時嘅周瑜軍團已經經歷咗1年苦戰，而劉備就以逸待勞。為咗破解呢個尷尬，周瑜諗咗一條妙計，想借口西征巴蜀，等東吳方面派兵進入荊州。所以周瑜送信俾孫權，而孫權亦配合周瑜做戲，派遣孫瑜試圖領兵進入下口，假稱要西征巴蜀，實則打算增援周瑜。但劉備識破咗周瑜嘅計謀，直接一句話窒住領軍嘅孫瑜。劉備話：嗰個劉璋係我細佬，亦都係漢室宗親。如果你想越過我打我細佬，除非我歸隱山林。孫瑜好無奈，唯有領兵反東吳。就喺呢個緊張嘅對峙局勢下，周瑜病死，魯肅巧妙化解咗今次危機。魯肅喺接任周瑜位置後，直接放棄同劉備軍嘅對峙，試圖和解。《三國志·魯肅傳》記載，魯肅將自己嘅治所從江陵遷到鹿口，鹿口同赤壁大約同一位置。魯肅呢一招好狠，可以話係擺出魚死網破嘅架勢。乜意思呢？第一，我而家喺鹿口、夷陵、江陵、巴丘我都唔要，只要你哋放我返屋企就得，我已經率先做出讓步。第二，上游嘅夷陵、江陵、巴丘可以俾你，
但下游嘅下口我老叔要硬，如果你劉備唔聽勸，我就同總部兩面夾擊下口，反正都係魚死網破，到時睇下下口鹿死誰手。好明顯，老叔嘅意思就係拼盡全力想同劉備兌換，用附屬嘅江陵地區嚟兌換下口呢個進入荊州嘅門票。結果係乜？結果我哋都知，程普成為江夏太守，駐守喺下口，而劉備集團全面接收巴丘、江陵、夷陵等地區，同自己嘅荊南勢力範圍連埋一齊，同時具備西征巴蜀嘅條件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借荊州，實際上係孫劉雙方嘅一次蝦餃換鳳爪。睇明呢啲之後，我更加佩服老叔。相比周瑜嘅剛烈，老叔嘅方案可謂剛柔並濟。而從今次地盤交換嘅結果嚟睇，東吳攞到下口之後，擁有長江同漢水兩條水道，而蜀漢方面亦受到更大嘅威脅。雖然喺當下睇係雙贏局面，但劉備集團嘅禍根就係咁樣埋下。後來東吳方面屢屢向劉備討要嘅，就係佢哋曾經置換出去嘅呢個地方，因為東吳對赤壁戰後嘅戰果分配係唔舒服嘅。周瑜圍攻江陵1年，而劉備就置埋咗除江陵外幾乎所有地區，並且對勝利嘅周瑜軍團形成合圍嘅架勢，邊個頂得順？可想而知，東吳方面係相當委屈。咁老叔做嘅呢啲努力，周瑜難道諗唔到？當然唔係。要知道老叔係周瑜路線嘅繼承人，同樣可以視為周瑜意志嘅繼承者。《三國志·老叔傳》就記載咗周瑜推薦老叔嘅話：周瑜壯志未酬，又見到劉備近在眼前嘅威脅，喺周瑜眼中，唯有老叔能夠繼承自己嘅位置，只有老叔繼任，周瑜先可以死得眼閉。最後，我哋可以做一個總結，通過曹魏官修史書嘅認定，我哋可以知道劉備先係成個赤壁之戰系列戰役嘅最高指揮官，而劉備亦最終攞到赤壁之戰嘅大部分戰果，呢個係對手曹魏認可嘅。但因為劉備集團過分張揚，導致東吳方面對劉備失去安全感。喺老叔嘅拼死威脅下，東吳攞到下口，保住咗一啲戰果。但孫權經歷劉備今次大型 PUA 之後，內心想必係非常屈辱。呢個亦為東吳集團不擇手段嘅背叛埋下禍根。而孫權喺合肥戰場嘅屢屢失利，令佢進一步相信自己喺正面戰場完全唔係曹操同劉備嘅對手，只有通過偷襲先可以達到自己嘅戰略目的。正係外部進取嘅不利，令失信殘忍成為東吳政權嘅印象。對外戰爭嘅失利更加成為孫權一世揮之不去嘅陰影。另外，通過梳理呢段史料，有一點至少可以肯定，劉備呢個歷史人物，佢嘅個人能力係配得起佢嘅歷史功績嘅。但係我哋亦睇到，劉備性格入面有驕橫同輕敵嘅一面。關羽喺襄樊之戰時劉備嘅放任，同夷陵之戰時劉備嘅輕敵，都令劉備為呢份性格缺陷付出慘痛代價。如果大家希望我繼續講三國系列，可以訂閱留言話我知，呢度係點睇歷史，我哋下期再見。